但係喺呢個課程裏邊，我更加希望大家能夠知道基督同埋福音就係成本聖經新約同埋舊約嘅核心信息。嗱，當我哋睇聖經嘅內容嘅時候，我哋會知道其實咧創世記講創造好少嘅啫，1到2章。嗱，跟住就犯罪其實喺救贖咧係佔咗聖經好大嘅篇幅。由創世記第3章開始，直到啟示錄嘅第20章。然後咧第20同埋21章就係創造。所以咧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聖經主要嘅內容係講救贖嘅。嗱，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好多知道，我哋都知道聖經係由好多本唔同嘅書卷組成嘅。但係我哋總要知道聖經嘅主題，全本聖經嘅主題信息係講到福音，講到救贖，係藉住神藉住耶穌基督拯救罪人嘅好消息。嗱，舊約係咁樣講，新約嘅主題都係福音。舊約都係福音。另外舊約同埋新約都係同一個福音，係因信稱義嘅福音。唔係舊約係律法，新約係恩典。新舊約都係講恩典，都係因信稱義嘅。所以另一方面，聖經嘅中心人物係耶穌基督，舊約係耶穌基督，新約嘅中心人物都係耶穌基督。其實呢啲唔係我哋講嘅，係耶穌基督咧佢親自講嘅。我哋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嚟到教導全部舊約。耶穌基督教導嗰啲嘅點樣教導咧舊約咧？其實呢個我哋知道唔係我講嘅，係聖經耶穌咁教導嘅。佢話你哋查考聖經，因為你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嘅就係這經。查經係好嘅，因為我哋知道可以叫我哋得生命但係跟住講點解嗰啲法利賽人文士咧查嘅經都唔掂咧？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唔肯去到基督嗰度。即係話如果查考聖經冇基督冇福音喺裏邊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大嘅誤差嚟嘅。咁耶穌基督喺以馬忤斯路咧同嗰兩門徒咁講我哋都知道耶穌復活之後呢兩個門徒仍然好沮喪。耶穌同佢一齊講嘢，咁喺嗰度咁聖經咁講，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嘅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解經，喺舊約裏邊睇見耶穌基督。後來咧，耶穌基督又向佢11個門徒顯現，就對你講啦。呢個就係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嘅律法、先知嘅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的話，都必須應驗。即是話咧，耶穌基督咧之前已經同啲門徒咧教導你聖經，摩西先知嘅書、詩篇就喺猶太嘅聖經裏邊，全本嘅聖經都係講到耶穌基督嘅說話要應驗。路加福音又係咁講，於是耶穌開他們嘅心竅，使佢哋能夠明白聖經。即係話咧，讀聖經咧要讀到耶穌基督出嚟咁而咧有一節聖經我哋好熟悉嘅我哋時時都鼓勵每日讀經嘅。呢節聖經就係喺《使徒行傳》保羅話比利亞嘅人言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查考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所以他們中間多有信的。其實咧我哋知道每日我哋都應該讀聖經但係我哋要留意呢度講，佢哋查經查乜嘢咧？係舊約聖經，佢哋要睇下咧
呢個同聖經裏邊嗰啲嘅道係唔係，即係話咧係唔係講耶穌基督嘅聖經裏舊約聖經裏邊所以因為查考聖經認真嚟到睇見聖經裏邊所講嘅就係呢位耶穌基督所以佢哋中間都有信主嘅。而哥林多前書啦，呢啲關於福音好重要嘅就係咧，我當日所領受傳給你們的，第一就係叫基督照聖經所說的為我哋罪死咗，而且埋葬咗，又係照聖經所講嘅，係照舊約聖經所講嘅，為我哋罪死又為我哋復活。所以提摩太前書3:15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係即係舊約聖經，呢個聖經係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嘅智慧。我哋會知道一件嘅事情，喺舊約聖經其實咧就係咧福音嘅基礎，而新約咧就係應驗。當我哋講到神嘅道神嘅說話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咧喺彼得前書引用以賽亞書嗰度咁講：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嘅道係永存嘅。所傳給你們嘅福音就係這道。當然神嘅道係永存啦，但係我哋知道好多人咧讀好多嘅聖經，但係好似對佢哋咧都冇乜大嘅幫助，出咗好多法利賽人出嚟。點解咧？其實聖經裏邊就話俾我哋聽，以賽亞書雖然講嗰個係神嘅說話，神嘅道，但係咧其實咧都係關乎福音嘅。學者咧對我哋讀舊約聖經咧有啲嘅見解好似Ponius 呢個其實好出名嘅神學解經家，佢有本書係講到舊約嘅預表嘅。佢又有咩錯誤？最錯誤嘅方法咧，第一只係使用新約嘅聖經。第二方面用舊約聖經嚟做道德嘅榜樣，無論係好嘅同埋壞嘅特別我以前咧喺呂明才中學教咗15年聖經，我哋好多而家舊約咧都係會講啲倫理道德好人壞人你幾個榜樣第三把舊約當作僅歷史嘅記錄呢個其實咧有嘅歷史嘅記錄，但係唔係咧個重點嚟嘅。舊約係要嚟了解神嘅本質，有神嘅本質但係我哋知道仍然係福音，變得咧有人覺得讀舊約會變得聰明啲，因為呢個唔明白嘅古靈精怪嘢我哋讀通咗啦但係其實 Point 主要話俾我哋聽，我哋要睇翻舊約裏邊嘅中心係基督，係福音。而另外一位好出名嘅聖經神學嗰方面成日做教導嘅 Nancy Guthrie 就咁講啦。佢話事實上，如果冇舊約中嘅墮落、咒詛、律法、獻祭、聖殿、祭司和救贖嘅基礎，那麼基督嘅十字架、復活和榮耀將毫無意義。即是話咧，我哋唔會咧好清楚明白福音，唔會更加嚟到明白咧，其實咧耶穌基督嘅救恩唔會明白咧新約裏邊嘅教導。我見呢個頂子喺度抄嘢，唔使抄㗎，真係不久咧就會將呢啲 PowerPoint 咧會俾晒你哋嘅。我哋好快睇下點樣發現舊約中嘅基督同埋福音咧。我再強調咧，其實基督同埋福音咧，我哋點解會連埋一齊咧？因為我講緊嘅基督就唔係教人做好人倫理道德生活榜樣，而係嗰位好似保羅話係咪我哋釘十字架耶穌基督。福音咧核心係咩咧？就係耶穌基督嘅受死同埋復活所以咧我將兩樣嘢一齊咧係擺埋嚟講嘅。我哋點樣可以發現舊約中嘅基督同福音咧？其實有好多方面嘅。簡單嚟講咧係有3方面。第一方面係應許好似創世記3:15節就係神嘅應許女人嘅後裔要傷佢嘅頭，佢要傷佢嘅腳跟呢個就一個第一個嘅應許嚟嘅。跟住預言聖經裏邊都好多預言，彌賽亞降生嘅預言，喺邊度出生，童女懷孕降生喺伯利恆。而最重要嘅有關基督同埋福音嘅發現就喺預表同埋
影像type and shadow。嗱呢度咧，其實咧係好複雜嘅。咁我咧就會簡單用啲實際嘅例子咧，同弟兄姊妹嚟去分享。嗱，我都講翻少少啊。預表係乜嘢咧？預表係嗰個人物、地點、物體、職分、教導、事件、宗教條例。嗱呢啲咧其實唔係靈異嘅，係真實，唔係虛構嘅。並且呢預表咧一定要指向耶穌基督嘅位格同埋工作，特別佢嘅救贖同埋福音。嗱，仲係神所設立嘅，唔係偶然嘅啊！所以大家可以唔即係唔可以亂咁講嘅。仲有新約嘅説明，裏邊好多故事啊，好等等。我希望大家特別留意咧，《哥羅西書》2章17節嗰度咁講，呢啲事係後事嘅影兒，嗰個形體係基督啊。咁所以你希伯來書一路講嘅前邊咧，因為基督嘅更加美啊。呢個故事係咩咧？雅各井啊，呢個雅各井就係呢個耶穌基督去到撒瑪利亞嘅婦人嘅井旁求水啊。咁呢個婦人就問呢句説話，我想大家留意4章12節，我哋嘅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嘅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呢個就係問一個問題：耶穌基督點樣大過雅各？其實後來咧，耶穌基督都曾經講過㗎，佢呢度有一個人比所羅門更加大。點解耶穌基督比所羅門更加大咧？我哋淨係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大過雅各咧？雅各可以俾水佢哋，耶穌俾咩水啊？耶穌係俾雅各咧，呢個狡猾嘅人，佢要找着詭詐，但係耶穌基督佢係捨棄，佢係有誠信嘅人。雅各睇見天梯，但係耶穌基督就係天梯。雅各與神摔跤要求神嘅賜福，但係喺客西馬尼園嘅禱告，耶穌基督係要我哋得到福氣。呢個就係咧耶穌基督大過雅各。跟住第4個人物就係約瑟約瑟咧，其實聖經用咗13章講約瑟1/4嘅篇幅。其實約瑟咧係預表係耶穌基督一個最好嘅預表。有人講過101個嘅預表我只係咧同弟兄姊妹睇一節嘅聖經睇一節。呢節就係好熟悉嘅聖經。從前你們嘅意思係要害我，但神嘅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成就今日嘅光景。其實呢節聖經咧係重複咗前面講過啦。我想大家讀呢節聖經嘅時候一定好受感動你要害我，但係神嘅原來係好嘅，萬事都互相效力。我希望大家喺呢節聖經裏邊睇到基督基督係乜嘢咧？基督係按神嘅旨意被人被棄、被賣、受死又復活，成為萬人嘅救主得着一切嘅榮耀所以我哋知道約瑟曾經咧救咗嗰啲咧喺饑荒裏邊嘅人，要死好多要死嘅人佢係被賣嘅呢一方面預表基督一生呢個過程係預表咗基督第二方面，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預表咗信徒永蒙赦罪嘅平安同埋確據呢度講到咧約瑟赦免兄弟其實咧喺聖經嘅背景咧裏邊就講到，當雅各死咗之後，約瑟嘅兄弟唔信佢哋真係會饒恕佢哋嘅喎，佢會重複會重重報復佢哋。佢驚約瑟會報復佢哋，因為爸爸死咗，所以佢再次去求約瑟饒恕佢哋。當佢哋咁求約瑟嘅時候，約瑟聽見佢哋咁講，約瑟就喊並且2次同佢哋講：你唔好害怕，你哋唔好害怕，我一定會照顧你哋。並且講出咗5章20節呢次重複再講呢句説話，就係話：從前你要害我，神嘅意思係好嘅其實咧呢件事嘅聖經嘅背景就係
約瑟嘅兄弟唔相信約瑟會饒恕佢哋。其實咧，有時我哋做基督徒都會咁噶喎。其實我哋會唔會懷疑神係咪已經喺基督裏邊饒恕我一切嘅罪咧？喺教會裏邊，我見到好多人咧，因為年輕嘅時候，喺婚姻裏邊各方面做嗰啲錯事，永遠會喺罪疚裏邊啊，即係佢唔相信神會赦免佢哋嘅。所以羅馬書8章第一節咁講係話，如今喺基督裏邊嘅就唔再被定罪。跟住到第33、34節裏邊又再講多次啊，即係唔會定我哋嘅罪啊，即係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其實呢個係反映一件事情，神完全嘅赦免，以致我哋講歡歡喜將來站喺神嘅面前。好，我哋要講快啲啦啊！好，講個出埃及記嘅福音就係基督嗱，出埃及記出埃及呢件事情肯定咧好熟悉嘅，新舊約以啟示嗰度講係關乎神嘅救贖。我希望大家特別留意咧係十誡同埋律法嗱，喺神頒布十誡同埋律法，神係點頒布嘅咧？點宣告嘅咧？20章第2節，我是耶和華你嘅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所以跟住就講十誡啦。先講神嘅恩典，跟住頒布誡命。所以大家留意，神係先係拯救，後係誡命同行為，絕唔係先係行為，後係拯救。其實我哋咧做幾多嘢都唔能夠達到神嘅標準。嗱，我哋要睇下十誡同埋基督嘅福音有咩關係咧？嗱，呢度十誡大家都熟悉啦，不可有別嘅神。第一條點樣叫我哋有能力咧？我哋單拜神咧，其實咧，除非我哋真係認識到，除咗以外，別無拯救啊！人就即係唔可以有別嘅神啦。另一方面，唔可以雕偶像，因為耶穌基督係神本體嘅真像。唔可以妄稱神嘅名，因為聖經裏面話冇別嘅名可以靠住得救。耶穌基督個名係超乎萬名之上之名。嗱，如果我哋要守安息日為聖日，點樣可以真正守安息日咧？除非我喺基督裏邊已經得到安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點樣我哋有能力嘅孝敬父母咧？有時我哋知道父母唔值得我哋孝敬，但係因為天父借住耶穌基督嚟愛我哋，以致我哋有能力去愛。唔好殺人，殺人係因為咧唔肯饒恕，因為憎恨，所以神喺基督裏邊饒恕咗我哋，翻福音裏邊，以致我哋有能力去饒恕人。所以耶穌都咁保羅咁教導噶，你們要彼此饒恕，好似神喺基督裏邊饒恕咗我哋一樣。嗱，唔好奸淫。點樣叫我哋有能力唔好亦可奸淫咧？我哋都要翻去基督裏邊，因為我哋基督所愛嘅新婦。唔好偷盜，因為基督嘅捨己施比受更加有福。另一方面唔可以做假見證因為我哋嘅耶穌基督係阿門的，係誠信真實見證的。呢個就係啟示錄3章關乎老底嘉教會耶穌基督嘅自稱。唔好貪戀唔可以貪戀，因為除非我哋知道基督係我哋嘅滿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同埋福音，讓我哋有能力去遵行神嘅律法。雖然我哋遵唔得圓滿，我哋都唔係靠此得救，係因為基督激勵我哋。所以都關乎翻返去正話所講嘅歸納法研經，要應用嘅時候一定要有福音。其實咧好似著名嘅神學家巴克，佢幾廿年前已經話，其實我哋每個聚會咧都要講基督，講福音。佢大家所熟悉嘅鮑維坤博士，佢喺嗰本書《重整權力架構嘅恩典》裏邊都係咁講。倫理道德唔係唔重要唔係唔講都要講，但係要先講神嘅恩典，先講福音，先至好講倫理道德所以我哋要翻去神神嘅救恩喺基督裏邊，喺福音裏邊，喺恩典裏邊，我哋先至有能力鼓勵人去回應
神嘅恩典過美好嘅生活。所以今日我哋成日你會聽到有人講福音唔單止係為未信嘅人，更加係為信徒嘅。我哋每日都需要福音，我哋需要日日向自己傳福音。所以今日你常聽到以福音為中心嘅生活、侍奉、家庭聖經嘅輔導、崇拜、講道、門訓、教會等等，都係以福音為中心。2023年香港培靈會嘅晚堂講員柴培爾 Brian Chappell， 其實佢有兩本書好著名嘅，就係以基督為中心嘅講道，以基督為中心嘅敬拜，都係好出名嘅，都係幫我哋咧翻嚟基督。當然佢嘅講道係以基督為中心。